小姐，救命救命！这阿娘，哪个办法委屈公子不宜藏在家父的尸体旁边？真是好办法，挨了枪空。哦，有冇？冇看到人啊！冇看到人。哎，小姑娘，哦，你可以看到大西陆公子的凶手田玉川。陆公子，不走。他呀，他明做主圣言呐。哎，你有什么言情啊？那个夫妻归山动手，不陆公子大喜。哎，小姐，你讲你家父亲不我家公子大喜，岂有此理？阿笨啊！多的满意，大吉满意。哎呦，你唔敢讲，乃推理而讲。家父归山道卖陆公子将夫妻向家丁来打伤夫妻。啊，他呀，他爱信人。何时转身？阿笨啊！来人！小姐，我抢牙送去，走走。走！他呀，公子，干病击退了。感谢小姐人来解围。公子客气了，佛系人夫妻，原来是奴改当爱做的，说什么改为么？小姐，你下干病记少了，拜托你突来故讲好么？但奴应当爱做的，公子请，小姐请。公子，你看，刚前亚前，海岸将军未到，不宜谦虚，选择才子停顿，等天明再下上吧。小姐，这也是可以呀。请。公子恕呀，来连累，张为论咯，这般郎
乃是马超水，乃担心连累父母亲，乃强势不敢嘛。真家庭。小姐，你呀，本日来打戏，难道你无想要浪费公帑吗？家父言说，哪里不报？凤莲投诉无门。你是凤莲姑娘，凤莲何用挂意？论准参事，若在讨逢公帑，我那个定价直播，那个服帖为本意，你拿到江夏夜，今日个第一名喊田云山，他是我的家父，他能替你申言呐。什么？你江夏言的旨意，江公子不得多有实吹，不得哪有见怪？那我见了江夏言太人，服帖为就9万太人咯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首先服帖费就送本你。娘，你还偷表乜个呀？小姐呀。来收集一年一，用一来结艳阳门，收集呀，一年两三来结艳阳门哪都有。父亲临终有交代，救父恩情，记心吧。当个地中必中的。凤莲眼里结连理，父亲可能放心的。凤莲终是有盼的，相公啊，凤莲两人有盼的哟。哎呀，该就一年为天咯，一年为天。唱，相公。娘子，此夜你哪里安身？唉，俺那个3人花，用条去那位安身，只有四处奔跑。来，娘子，俺那个娘娘，你拿去准备老岳父判你这个后事判你明白，你管家王进讲下嘢，见俺个父母不得有误。让俺父母保平安，讲俺冇事情，冇俾佢老人家为俺嘅受累呀。晓得，相公，娘子，此一路上爱休息，你要保重身体。你也是一样。
天已经明了，准备不爱下船，我准备凤莲。情人心风，最不起。他是啊，母亲啊，呀有情，薯条也。傅凤莲，在傅德培是我天家的传家宝，用办法落亲人的手中，莫非你有见过我之田玉传咯？在太人呐，太人才上朝唐奴年，父母当来为生，大妹该去就真罕见。年头50来挣大钱，也因你来申言何干呢？哎呀，贵山道上买起夫人，陆家公子就将夫妻，父亲买几番书记。恨得将死就变家丁，将也打，将也疼，打到父亲上云天庭。后来呢？后来天公子出面讲人情，要求公子要放人。陆公子口出不正言，怒恼田公子，张外将陆公子打死。孽子啊！来干病啊！哎呀！天有我爱唱啊，嘿小路爱土瓦地，来个讲公子要交代，喺我来禀报太人、禀夫人，保家嘅平安，所以佢怎么交办也只个扶贴费？哦，送你扶贴费，来，老身来问你，到底哪个上有几法6尺法啊？有几长呢？7尺长。天玉床到底佢喺乜
贵是上山？西洋风哦，他又是有事。该几多讲下山呢？天明讲天哦，该就天明离开嘛。凤莲姑娘，那个小小的大五山，该你错暗部娘办过讲呢？夫人啊，娘办。你们俩做乜该东西？哎呀，老爷，你真是糊涂！富贴背生来只为你天家，传家之宝，那是金玉传，交对本凤莲姑娘啊！该当改言啊，也是当做乜改嘞？这，看他虽是小家的朋友，本是聪明，来帮忙玉传脱险，不惜这个千里呀，来到玉传保人心，真是难得，真是难得啦！凤莲姑娘，在该你要喊爱乜改？啊，哎，难道我嘅字音用全无教你吗？日闲嘛，闲嘛。要得参见婆婆。哎呦，我嘅怪心跳来，去到去见你，我唔敢。唔怕，你这里也很去公公。晓得。凤莲参见公公。原来这样个好心情，快放起来！唉，希望玉传千万能平安无事啊！走。田太爷，你家之意可有归转？全部回转家中，本官也不见他的踪样哎。哦，前玉传王传来，中东太爷有交代，制作是林瑞部抢田太爷，王昭中都不嫌疑，当面概说清楚啊！在。本官公平正太，切无私心，将史太爷带入前往。抢！相公啊！相公，不给阿金中毒妇，我以后是好。在。婆婆，请你放心，我随后赶到中毒妇，一天报公公家个平安。
属下带了天地人归转门安，除了天地人，进中准备。看你天地人一开攻城，跟你那。经过中毒太严，太当天地人，将这个万行打碎本毒的爱子，每日3天啊，我做了天玉船，前头的归安，为我这件唔见这个人样的，这非中毒太严，你也知道那个龟山道后啊，行踪不明。下官嗌我哪里去做？我哪里去拿呢？太监，明明时常不保啊！一个共同的所在，前头嘅强辩来也！用铁用上扛起来！哎，慢来！哎呀！中毒太严啦！门安唔系压力门啊！咁样系门啊？干事有言过也有批过，两方面我们都清清楚楚，真依法审判啊！这何太严，你听他说说，俺是说了言过了。哦，这中毒太严。跟人言过，你就不能作证什么？跟人的意见呢？不如将要安排杨太爷审问就好了。好，就话把人的建议此案呢，就忘了杨太爷你前来审问了啊。如此，该爱强劲不如强面咯。